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大法官人事同意权的表决，7位被提名人拢无过关。因为民进党团来封杀掉台大国法所的教授刘静怡，互外界替放大镜来检视。刘静怡本人嘛伫面册来发话，讲总统偌清着，若无同意安尼做，就爱出面公开来背会，无需要找人私底下来沟通。若总统府的秘书长潘明安讲，伊奉总统之命，有亲身敲电话，甲每一位提名人来致意。我们宪法诉讼法才刚修过，秘书长知道我们现在新修过的法律什么时候要提名吗？你新修过的法律是您的版本，再加上再修正的版本呢，是2个月内。是，请问这个赖总统会依法公布这些法律吗？总统作为宪政的守护者、宪法的守护者，当然会依法公布。苏焕英结束同意权的表决，7位被提名人全部奉好关。总统重新提名人选也无时间表，潘明安先表态限速法，总统会依法公布。严格因为民进党团全部决议将刘静怡封杀，去互外界放大检视，敢讲是咧喊党中央呛声。当时为什么这个会有这份名单？还是就是赖清德总统直接就已经名字就写好了，然后才提出这份名单的？除了院长、副院长在法规上由总统禁止提名以外，其他每一位大法官的被提名人都要经过审监小组送出这个名单。团出提名刘静怡是向在野阵营表示善意，也毋过国民党无支持。第议会中道表决的结果确定了后，下晡刘静怡也伫面册顶关发文章，讲若总统真正无同意安尼做，那安尼就家己公开向社会大众讲好清楚，无需要任何人私底下找我解释，因为投票的结果已经确定。佮讲伊家己已经无任何牵挂。我逐一打电话向各位被提名的大法官致意，对。然后他跟我讲说，不要跟我讲总统没有同意这样干。你是有跟他这样讲吗？罗委员私下打电话给他的很多人，很多人啊，所以你是很多人安慰其一嘛，给每一位被提名人没有关系啊。问你下一个问题啊，终于每一个人都接到很多电话。三不知秘书长终于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你有打给刘静怡啊。我们希望刘静怡教授了哈，应该在思考了哈，不需要不断的被批判整件事情哈。立法院本来就是独立的运作。所以个罗总统将会针对大法官的人事案重新补提名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